基美病院品管中心的主任，同时嘛是嘉禾医学部主治医师陈清明表示，呼吸器就亲像一支的双面刀，虽然临床上70%的病人会用从事呼吸器的脱离甲移除，不过脱离的时间有时真歹判断，因此基美病院对2016年导入人工智慧的系统，一直到2018年完成早期预测，成功脱离呼吸器的人工智慧系统，成为辅助医疗人员正确预测重症病人脱离呼吸器的临床决策。那我们是运用过去我们这几年来大概有7000多笔资料的这样的资讯，然后经由不同的萃取转换，然后经由 AI 的程式计算出一个最适合病人可以脱离呼吸器的最佳时机。所以这样统计起来的结果，可以让病人无形中可以减少大概接近快1天左右的时间，然后所以整个呼吸器的整个天数下降之外，那其实是一个多赢的局面。第一个，病人可以早点脱离呼吸器，早点转出去，所以家属的费用是降低的。第二个，在健保的一个支出方面，健保的是相对比较省钱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那第三点，那医疗方面，因为住院天数的缩短，我们也知道住院大概就是前几天它的花费比较多，所以后续的延长住院天数对病人来讲，整个对医院来讲，那个利益相对是比较不够的，所以我们这样平均起来，大概平均住院天数减少之下，平均1天的住院费用是增加的，所以医院也会获利。所以这样从医院、从健保、从病人身上是一个3赢局面。医师表示，这套系统对2020年上线使用，不但发现病人使用呼吸器的时间减少，而且整体成功脱离率嘛增加。以最近新冠疫情专责加护病房为例，呼吸器的使用对14.4天降为7.7天，成功培供率嘛对72.7%提升到86.4%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